萬科香港全新巨作上演，位於大埔南半山馬窩路19號，係大埔區近年最大規模新盤，融合自然與現代生活理念，為你打造理想家園。項目由6座住宅大樓組成，提供1650個單位，涵蓋開放式至4房間隔，並設特色戶型，滿足唔同家庭嘅需求。室內設計注重空間感，外觀同周邊環境和諧相融，背靠翠綠山巒，提倡 Mountain Living 概念，以地勢高低打造 Garden Deck、Mountain Deck 及 Sky Deck， 每層景觀獨特，視野開闊，住宅群與園林無縫銜接，內外景致相得益彰。更加設有住客會所及親子遊樂設施，迎合唔同年齡層嘅需求。上演坐落南半山低密度住宅區，交通配套完美，鄰近大埔墟東鐵站，全港鐵路唯一北上4站，直達羅湖同福田口岸兩大關口，南下30分鐘貫通金鐘，輕鬆連接深圳商圈與港島核心商業區，構成半個鐘黃金生活圈，發展機遇無限。新界東人口達110萬，分支家庭嘅剛性需求龐大，購買潛力無可限量。區內民生設施近在咫尺，包括銀行、街市、公共圖書館同體育館，生活便利觸手可及。項目周邊配套豐富，大埔超級城同新達廣場等等購物圈，滿足日常所需。毗鄰22公頃海濱公園與22公里單車徑，俾你悠然享受自然氣息。另外，區內學術科研氛圍濃厚，獨有香港中文大學及教育大學，加上香港科學園匯聚高端人才，結合鄰近嘅中大醫院同埋那打素醫院，醫療服務完善，俾你安心無憂，形成優質租客群嘅理想社區。相言依山而建，居高臨下，呢度將繁華與自然完美共融，為你締造夢想中嘅家園。